開始。Hello，大家好。聯合國自1996年開始就推行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國際家庭日。喺每一年嘅時候咧，聯合國會有唔同嘅主題。今年2012年嘅時候嘅主題係 Ensuring Work-Family Balance。咁 JCI 我哋每一年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捍衞住，大力地去推動聯合國不同嘅主題嘅。嗱，大家留意下，喺我哋 JCI 嘅 logo 入邊咧，會有我哋聯合國嘅標誌啦。咁外邊咧會有個盾牌嘅。其實我哋自1950年開始咧，都係好大力地響香港嗰度咧去推動啦、推廣啦聯合國不同範疇嘅主題。咁今年嘅時候咧，我哋好高興見得到東九龍青年商會響今年嘅時候咧就推廣聯合國嘅家庭日。講下我自己啊，咁我自己咧就係有一個上年1月，咁到而家咧有一個15個月嘅女。咁響我自己作為總會長嘅好忙嘅 schedule 嘅同時間咧，咁好老實講，要中間攞平衡咧一啲都唔容易。咁又要兼顧家庭啦，又社會服務啦咁樣。咁好感謝咧，就都家庭嘅屋企成員啦，都體諒咁樣。咁我諗做任何嘅事情都好，無論希望響個人嘅發展，響工作嘅發展，咁之餘嘅時候咧，最重要都係能夠同家人咧一齊去溝通。咁唔容易嘅，咁但係都希望大家我哋自身個人嘅時候多啲同屋企人溝通啦，大家努力啦，甚至乎咧亦都希望咧能夠同呢個公司啊、老闆啦，大家上上下下啦都能夠溝通得好啦咁樣。喺度咧再一次就好恭賀東九龍青年商會今年咧做一個咁好嘅活動。咁希望全港嘅市民而家響鏡頭前面嘅朋友都大家一齊努力地去支持5月15號。聯合國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 呢個聯合國家庭日，大家一齊努力啦 ！Thank you。